今日想講下面對客戶同埋合作夥伴嘅經歷，可以話有驚無險。呢個就係我人生第一次上客人公司做 briefing， 跟住再去拜訪合作夥伴嘅情況。其實呢件事都搞到我身心有啲疲累，但係都帶俾我職場上面一個好大嘅成長嘅。話說嗰日我係第一次正式上客人公司度做 briefing， 老實講心情就一定緊張又擔心㗎啦。前一晚都未必瞓得好好，當時有好多個驚嘅念頭喺我腦海入邊啦。例如果個客問我啲問題我唔識答，咁點算呢？如果答錯嘢搞到成件事唔 OK 又點算呢？如果幫客人個手提電話 set 唔到佢想要嘅嘢，又會唔會好樣衰好攞呢？基本上未開始已經覺得都好多壓力嘅。去到個客公司做 briefing 嘅時候呢，成個過程都算順利啦，因為 briefing 嗰個人唔係我啊嘛，係我姐。但係喺 briefing 嘅期間呢，有一個人就不停咁樣講一啲好挑釁性嘅説話啦。我都諗緊當時阿姐會點樣完場。好在嘅係其他在場嘅人都好 nice 啊，幫口就話唔使理佢，繼續得㗎啦。briefing 完咗之後就係需要我嘅時候啦，因為我要幫手去解答問題同埋做手機上面嘅一啲 setting。好在最後我都幫到個客 set 佢哋嘅手機，解決咗基本嘅問題。所以之前我擔心嘅嘢呢，最後都係冇發生嘅。去完個客嗰度做 briefing 之後呢，就要去拜訪合作夥伴啦。第一次一下子見咗20至30人，又有派咗20至30張卡片。我呢啲面盲症嘅人，基本上就唔會認得每一個人㗎啦。而且佢哋有時都會問我啲問題，好在我都識答。但係作為一個 I 人嚟講呢，即係內向型嘅人啦，呢啲場合就真係用咗我好多精力，唔單止要 social 啦，仲要 keep 住一個好 alert 嘅 mode， 笑應對，個腦不停咁樣轉。最後呢，嗰日完咗就直接返咗屋企啦，冇返到公司啦。個腦呢基本上已經實到 process 唔到。好在我姐呢就同我講話，第二日可以喺屋企唔使返公司咁樣。咁諗住輕鬆啲啦，但係第二日其實都忙到黐咗線，即係身心靈極度疲累嘅狀態呢。最後就返到去食埋個飯，直接瞓咗10幾個鐘，瞓到第二朝先至 recover 返嘅。總結嚟講，呢次個經歷對我嚟講都係一個挑戰啦，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學習機會。即係我知道第一次可能就有啲生疏，但係亦都明白到一次生兩次熟，做多幾次就應該冇問題嘅。除咗咁樣啦，我亦都再次清楚明白，我真係唔係一個喜歡對客嘅人。要學識一樣嘢，即係有時啲嘢唔需要完美，盡力做好自己已經係一個進步。如果再有啲咩特別嘅經歷或者新嘅體會，再錄 podcast 啊，職場上共勉之。